今日透早，事实是聚会时间，不过历史真久的济南教会来真侪人举办大宝平安祈祷会，长老教会要来祝福陈时中。互伊的经验，互伊的栽培，互伊所领受的会通带互整个国家的祝福。牧师读圣经内底，摩西80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当作比喻，祝福陈时中为这个城市国家带来改变。我参与台北市的选举，都是希望台北市能够越来越好，而不是互相来仇恨。特别投票，陈时中要用爱和和平化解选战对立。啊，在网络顶流传一张相片，24号车队扫街时，看到一位阿妹仔徛伫咧路边举牌仔，希望姐姐会当领到陈时中市长奖的愿望，让陈时中的心肝头感觉真温暖。从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传达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让我候选人觉得我责任更大了。无投票权的囡仔徛出来支持，佮住伫咧国外台湾人嘛回来咯。伫祈祷会顶，嘛有看到独派前辈金美玲。咱为着这个 corona 遐尼拍拼的人，你若无甲肯定吼，什么人要为台湾的安全拍拼？金美玲就算无投票权，嘛要坐飞龙机返来台湾看选情，求下月选战，可能着海内外台湾人心。谢谢。